我叫邱彦明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。之前2个刺杀任务都有人暗中插手，更奇怪的是，神秘 BOSS 已经好久没有出现，但我们却发现新的线索。
这是哪里呀？难道我被劫色了？这两位先生，你们是谁呀？我们认识吗？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剧本不应该这么写啊！你们要是个黑社会，掳走我也得有个理由啊！快说，你劫财还是劫色？咦，这位先生好像有点眼熟哦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哦，你不就是昨晚在银安店的那个以一挡十的靓仔吗？昨夜，你为何去银安店？这位先生，你都还没自我介绍，你管我去什么银安店啊？不得无礼！这是太子殿下。你是那女版唐三藏的老公？没有啦，我是说你老婆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。老婆？就是你主子的夫人。你是何人？为什么掳走房姬？太子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路过银安殿，看到当时太子妃处于危急之中，就把她带走。夜半三更路过银安殿？哦，我失眠多梦，夜尿烦多，不行啊。男人到30岁，肾啊就虚啊，你懂的。不懂。堂堂一个太子，住在这么一个破地方啊！哇，你看，你看，一下雨，你这里就成了水帘洞啊！你以为你是猴哥啊？不得无礼！我是说啊，这房子怎么构造的？古代人一点都不讲究，黑不溜秋的。在这边应该放一盆万年青，在这边要摆一棵发财树，我保证你3年之内儿孙满堂啊！哎，你在喝什么酒啊？古代人的酒应该比较纯吧？要是我从这里拿货回去卖，那不是发财了？房姬临终前到底和你交代何事？他也没说什么，就是交代说他放不下你，就是说让冷剑好好照顾你，你们俩呢要好好幸福的过日子哦。仅此而已？不然呢？难道你以为他会把存折密码告诉我啊？一派胡言！你打我干嘛？你老婆死了不关我事，又不是我杀的。你们古代人真搞笑，动不动就抓我来，也没用啊。你来路不明，掳走太子妃，说你到底有何企图？我有个屁企图啊！一看就知道你们不是有钱人，住在这种破地方。难道我还抓那个女人来跟你要赎金啊？哼！我还怀疑是你自己派人杀你自己老婆，就不想分家产给她。什么消失的爱人都是这样演的？胡说八道！好了好了，开玩笑的。刚才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，他就是一直碎碎念碎碎念，说你喜欢看什么书啊，喜欢吃什么菜啊，还有喜欢穿这种动不了的衣服，一连串什么都说出来了。想不到爱妃在那个时候还记挂着我。
井里的东西，应该就是这个刘龙喜了。你们看，之前几关任务都是一环扣一环的。第一关，霍将军死了，引来了第二关的柳先生。柳先生死了，太子妃出现了。第三关，太子妃死了，又出现了这个刘龙喜，那就是郭思聪肯定是自个儿去偷刘龙喜了。他又想独吞，他又想自己拿奖金。那不要说了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这样，如果郭思聪失手了，那我们就在他之前找到刘龙喜；如果刘龙喜被郭思聪给找到了，那我们要找到郭思聪，把刘龙喜抢回来。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。冷静，其实你家女主人死了，我何尝不难过？毕竟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个美人。不行不行，我要出去买一些元宝蜡烛回来祭拜她。太子，你也不要太难过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生死有命。你先喝，我这就出去买。兄弟，要不这样，我跟你商量个事。你呢，看你跟着这个主，虽然说是太子，但是被软禁在这儿，估计也没啥前途。哎，这样来，不如我和你联合起来，联手逃出这里，拿到了奖金，分你点，你也算有盼头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7、3开，我7你3，怎么样？再这样我就要生气了啊！6、4开，我6你4，5、5开，不要得寸进尺啊！15、20、10。全开！一点都不识时务。我最后再让一步啊！我4.9，你5.1。等我！不要啊，冷剑，不要啊！你想干嘛？我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我的房间在哪里啊？我要泡澡。哼，就知道你们不肯放我走。那我就好好跟你们待着呗，反正我也不一定能逃出这游戏，但是我要好好享受一下。浴缸在哪里啊？我要泡澡，我要泡澡。浴缸？就是我要沐浴更衣呀，shower， 有没有可以 SPA 的地方 ？SPA？ 哎，你们古代人真难交流，真是一点文化都没有。就是我要大木桶啊，花瓣澡啊，
破游戏啊！还安排我们爬山，还有啊，那个莲雾的姑妈也是的，住得那么远。凌晨姐，我好饿，我好想快点回家，我好想撸串。我现在想撸，也撸不动了。多慢，等待是最长的陪伴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